已经办28年的台湾工艺竞赛是国内上有历史的综合性工艺比赛。今年唔但特别增加奖项，也要来转型做台湾工艺奖，希望会当培育更加侪工艺人才甲支持者。即摆也特别经28件英国比赛作品，伫台北信义新天地展出2礼拜。 用回收材料，佮有甘草等等材料创作的工艺品，总共28件，拢是对英国台湾工艺竞赛特别竞出来的。我们就把28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内容表现大概就梳理成所谓的秩序然后梳理成形制，梳理成当代性以及社会性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脉络观察工艺中心表示，已经办了28档的台湾工艺竞赛，让真侪人才有发挥的舞台。今年特别转型成做台湾工艺奖，除了以创作为主，嘛增加协助奖，希望透过作品展览甲买卖收藏，提升工艺价值，培养更加侪人才，嘛鼓励支持者。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来扩大这个公益的创作奖励以外，我们更要来 鼓励支持创作者的这些协力者这些人被支持以后，才能更加的鼓励我们的这些创作者台湾公益奖的 Plus 是公益界跃升的核心。 这个台湾工艺引入28家特点的作品，包括初回、木工、石不点等等，特色是将工艺结合美术甲环保等议题。目前正在台北信义新天地要展出2礼拜。记者 W 台北采访报道。